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义姐。我的名义是司马懿的义，啊姐是一个顶悬一个雨水的雨，下骹一个真济的济，这两个字啊，加起来比划就42撇啊。咱主持人耗子两个字才12撇尔，这什么概念？我若写一届我的名吼，耗子红酒差不多猜3罐去啊。哎呦，这个速度！无过你可能唔知啦，耗子是一个品酒师。啊，讲回我家己啊，我细汉时阵考考试拢足惊的，因为我名才拄写了尔，别人去咧交考试单啊。我细汉时阵嘛足乖，足惊做唔着代志，大家应该有印象啦，做唔着代志是爱发臭家己的名。你敢知迄偌恐怖？恐怖！我到即摆咧写，还未写了呢。大家好，我是名比较济，话搁较济意济。今仔来介绍我的工课，我的工课是一个起考的业务，拢爱走起考诊所的。阮咧上班的时阵啊，业务有分啊，有诶开会了离开公司，有诶认真去拜访客户，有诶穿甲咧拍哩拍哩，坐伫咧咖啡厅内底无灰。我毋是即款的，我直接转去厝困。头一天上班的时阵啊，阮头家就甲我讲：义姐啊，阮即度若是生了寿烟豆啊，拢做袂久。安尼你会当做到退休？我想讲哪会安尼？伊讲若是收烟豆的人，拢无啥老实。我想讲，敢真正安尼？大佬，我甲你问一下，你这世人敢有讲过白贼？无，你看生甲安尼嘛是讲白贼嘛？无啦，拢生笑，拢生笑。我头一届去拜访的时阵阮先辈有够无品的，伊带我去拜访啊，伊甲我讲，义姐，我甲你倒啦。你这款菜鸟啊入去绝对挡无3分钟，就去互人赶出来。我就讲好，要倒就来倒，我行入去。医生你好，这是阮兜新的卡达罗库，要来互你参考一下。医生隔一面手有够歹看，伊甲我讲，你要我请你出去，还是赶你出去啊？看你用变。我想讲我咧出去啊，查甫人的面子就写了啊，就输去啊。我连面摕出我健保卡，甲伊讲，我要挂号。迄天啊，先摆伫咧外口等半点钟，我伫咧内底洗喙齿啊。所以想要欺负菜鸟，无你想的遐尔简单嘛。好，我是义记，谢谢大家。多谢大家。你是义气，当时我改名，义姐。我想讲，你名讲唔对，真系上好笑啊。讲了会变机侠，哪医生，我伤紧张。大家好，我是义姐。莫屈伫我手，全场的人听我讲。我发现啊，有一寡士大人，拢爱讲迄无意义的话，当做话头来甲人抬杠。像有一届，我伫外台边咧等火车的时阵，听一个阿婆就甲我讲：帅哥，你咧等火车哦？讲这真正是假讲因大兄，假讲的，本来就帅哥啊。然后啊，伊伫咧车顶啊，伊讲电话有够大声，全车顶拢伊的声音嘛。我想要叫伊较细声的但是我惊我口气伤歹，我咧甲我想要讲的话拍伫咧手机顶悬，咧放互伊听的。阿嬷，你爱吵？阿嬷惊一跳，安尼甲我看讲，夭寿哦！你讲话哪会变成查某人的声音啊？我知啦，阿嬷无像 J.K. 罗琳遐尼老古板，我甲你支持，勇敢做家己。我想讲到底咧讲啥？其实啊，有人讲啊，人若老会变做个性歹、歹斗阵。我感觉即句话敢若怪怪，因为你看嘛，工商易改，本性难移，无可能一个足好斗阵的人，过了70岁生日，向来变转性安尼，就看起来就亲像安尼。祝你生日快乐！我要食鸡卵糕啦！我是台湾人，我要食米糕。我说，伊到底咧气啥？是70届的生日过到足神的吗？想想嘛是啊，无啥物代志，你做了70届，佫会讲啊足兴盛的。像我头一届的录影，看到顺哥，我会感觉顺哥呢，大面车啊！我若来70届，顺啊，七月，会讲七月啊，会使七月啊，我七月啊，无啦，我想讲开一个来说，我来啉看卖啊啦，我用这点餐呐。我想的嘛是啦，我想唯一会感觉我大家过了70、80岁，拢会感觉讲足欢喜的，就是大家请会感觉讲，哎呦，我活的，我今仔就讲到这，谢谢大家。上尾啊，迄2句
规气都免讲啊。较顺啊，遐对就。啊，哦，啊，就贵咧，啊，就结束安尼就好这个啊。卡本算足大胆的呢，嘿啊，我感觉伊这伊哦，自第一摆伊讲的话我真正听无。是，你即摆吼真正进步足济。我感觉这就是咱节目的一个效果。互别人看来讲，我下礼拜要比这礼拜台语更较厉害。你的家己虽然讲到即摆个小可有读一个牛铃吹啊，操小看操铃带，嘿。操铃带，因只也大口袋。后壁咧炒韭菜。小小一碗来，顶顶我无爱。这会使念无恁囝听吼。我等去念。我感觉你的进步已经互我感动啊！佮加上呢，你会想运用吼，你欺负我，佮得到大家的掌声吼，我个人感觉足不满的。我你来啊啦！啊，你唱嘛，你唱嘛。我要送你一句话 ：Over my dead body。 Over my dead body。拍摄，加油加油！大家好，我是义姐。哇，拄则看到阿海精彩表演，我就知影伊的名为虾米叫阿海，因为我看到就海啊，是像海啊，我海啊。哦，我较早是读美术班的，吼，应该看会出来吧？我的面遮尔艺术。我一开始啊，画图定定画到半暝，我就听到我的身躯咧甲我抗议，我的目睭会讲足涩的，我要休困；我的脑会讲足忝的，我要休困；我的肝会讲肝是袂晓讲话一开始咧学画图的时阵啊，阮老师就摕一身石膏红仔，叫阮做 model 来画安尼。我安怎画吼，拢袂水，敢若鬼的。阮老师就讲，你若想要画较好的、较传神的吼，你就爱当做咧家己谈恋爱，家己讲话，讲安尼长感密滴。我想讲，拜托的，石膏红仔也袂应画啊。大汉我才知影啦，我介意的人嘛袂甲我应画啊。若是甲石膏红仔谈恋爱，要安怎甲别人介绍？敢讲是安尼？顺哥，这是我的查某朋友 David 啦。嘿，你看，你看，阮两个人阁有红仔某面哦，吼，红心牡蛋，食饱相看，目睭阁斗电线。伊安尼一直看汉爷无好看，看顺哥啦，顺哥定定甲我照顾的。歹势，伊较紧张啦，毋若青顺顺规面拢白湿湿啦。若是吼，真正甲石膏红仔谈恋爱，其实足侪好处的。你看，伊袂吵。袂烦，毋免请伊食饭，讲毋免送物件互伊，真正是阮客人的好心腹啊。然后，然后，你看人家伊早转去厝吼，若是风伤透，你甲伊摕来挡门。阮爸母啊，嘛袂甲阮逼婚。阮爸若是讲吼，义姐，你啥物时阵要结婚？阮母会甲伊讲，少年的代志，莫阁甲伊逼啊！你逐工甲 David 讲话，已经要起笑啊！我甲这想法甲阮老师讲，阮老师讲，义姐，我是来教你画图，毋是教你画好人啊。我今日讲到这，多谢。哦吼！来，请。你咧歌袂讲话好笑呢。你有把无？无，为什么无把？为什么？因为有小可事拢无讲到介好，无练顿安尼。突切淡薄啊，吼。但是不要紧，咱来看评审嘛，吼。对，到底今仔义姐会过关未？评审有请。哇！3粒土甲啦！大家好，我是义姐。我的工课是一个业务，我的工课压力足大的，所以我定定去掠人送一个。看你的眼神，我就知影你咧想啥。我是去顺的，毋是乌的。毋过嘛是惊毋对啊。人讲仙人拍鼓有时错，骹步打叉像人无。毋过我定定打叉，弄着紧。你看，迄掠人店外口定定拢写一个顺有无？你毋知影到底是做顺的，还是单纯咧做乌的？像我顶届去一间有无？迄师傅行出来，哟，迄腰手、泥脯、尻川阁顶扣扣，哪好亲像火鸡安尼身材。歹势啦，这卡本原本是写芭比啦，结果伊伤早叫人倒台去，我无法度啊。伊咧帮我洗骹咧掠骹的时阵到真正常哦，我阁小可听伊讲，哎哟，弟弟啊，你这会听，你才几岁？你是拜神的啊？我讲，我想你咧讲啥？完全袂听。后来啊，入去马杀鸡的房间有无？伊完全都无咧甲我掠人。伊
伊用懵的，袂属于拍麻将的，我洗牌有无？啊用懵的一直懵，我就想要甲伊问讲，你敢是单挑一叫？后来伊无偌久，伊就甲我问讲，弟弟啊，你敢要加钱做特别的服务？我想讲啊，我把酒一拍开，迄紧急出口的，迄逃生，迄紧急出口的青色的顶有无？就伫伊面顶悬，哦，够恐怖！我就喊一声讲，哦，贵啊！迄阿嬷就甲我讲，哎，咱遮无贵啦，嘿啊。我迄当阵就亲像顶底的狗遐有无，走无路，亲像去互困绳索拔掉的，我都唔敢顶头，唔敢跳，惊变成仙人跳。我就哇，当迄时阵，当迄时间，我就想到啊，我就甲伊讲，我是警察哦。迄师傅就甲我讲，啊，后摆较早讲，公务人员8折。我就讲到这。你拄则讲的这个故事是你真正发生的故事哦。真正发生我小可改一下，小可改编。我是无甲伊讲我是警察啦，是老家己咧想。警察啊！警察啦！警察！你要叫警察啦！警察！你叫人掠一届你就知影。警察！你拄则咧单调一叫阮和平啊笑甲，你介意这个笑调？因为唔知为什么两个人拢讲真济鸟仔的笑话。